为什么你们的掌声比我刚刚的还要多很多？好，教大家唱一句阿美族的，学一句阿美族的话。你们会讲英文的"我爱你"怎么说吗？英文的"我爱你"怎么说 ？I love you, me too。日文的会不会说日文？日文的"愛してる"。韩文呢？韩文那不是有哈韩族吗？那原住民阿美族的呢？不会的哦，没有关系，神秘哥哥教你。很简单我是讲一次给大家听。阿美族的"我爱你"叫做马乌拉海嘎古迪苏瓦奈。好，听不懂啊？我再念一次啊。好，仔细听哦。马乌拉海嘎古迪苏瓦奈。你会觉得很长，对不对？阿美族谈恋爱比较含蓄一点因为我们是母系社会，都是女生开口，女生选择男生的，所以女生在表达的时候马乌拉海是喜欢的意思，然后嘎布是我，迪苏啊那是你的最高级，所以我只喜欢你这么一个，就代表我爱你，这样懂哦？所以马乌拉海嘎布迪苏啊那。马乌拉海嘎布迪苏啊，会了哦，还是不会哦？练习学哦，很好用。现在去花莲花东一带，那边很多单身的，火车站就在旁边。花莲多少钱？机场号400块嘛，台东800，就可以钓一个，你们可以当做跨国恋情。马乌拉海嘎布迪苏啊那。好，教大家怎么唱哦，很简单。先唱好了。后面那个底刷那要念快一点哦，底刷那，Bonjour 底刷那，好，不是霸王啊，底刷那，念快一点，模模糊糊的，这样就很像了。来练习啊。这样你们具备有阿美族跨国恋情的条件了，至少我爱你会说的。好，就带来这首歌《我爱你》，马乌拉海嘎布迪苏瓦那。